Copilot+ PC 遇上 Qualcomm Snapdragon X Series 處理器，唔單止為你提供長續航、低功耗，仲有超正嘅 AI 功能同加速，令電腦嘅整體使用體驗感直線上升。喺45 TOPS NPU 嘅加持下， Windows 工作室效果、即時字幕等 AI 功能都可以直接使用，工作同學習效率直接翻倍。而家已經有超過90% 嘅應用已經可以喺 Copilot+ PC 上面流暢運行，例如我哋經常使用嘅 Microsoft 365、Adobe 系列。而家就同大家一齊去了解下 Qualcomm Snapdragon X Series 4款處理器嘅唔同之處。Snapdragon X Elite 如果平時需要做專業設計、視頻編輯呢類型繁重嘅任務，佢會係你嘅最佳拍檔。Surface Pro 第11版靈活嘅 2-in-1 設計，唔單止可以滿足唔同使用場景嘅需求，出色嘅螢幕、觸控體驗，搭配 Snapdragon X Elite， 繪圖過程中不速順滑跟手，色彩鮮豔快速又精準。加上支持長達10小時以上嘅超長續航，令創作更輕鬆、更高效。Surface Laptop 第7版有15寸嘅大螢幕可以選擇，3:2嘅螢幕比例，仲可以連接多台 4K 外接顯示器，加上本地嘅 AI 功能，支持長達22小時嘅本地視頻播放同15小時嘅網頁瀏覽，多任務處理都可以輕鬆應對。Snapdragon X Plus 10 Core 日常辦公、創作內容或者輕鬆嘅時刻去睇 4K 影片，佢都可以輕鬆搞掂，性價比超高。Surface Pro 第11版同 Laptop 第7版輕薄嘅機身設計同長效電池續航， Windows 工作室效果、即時字幕都能夠輕鬆幫你應對突發嘅會議，確保你可以隨時隨地輕鬆完成工作任務。Snapdragon X Plus 8 Core 對於學生或者上班族一定要嚟睇睇佢，續航時間超長，運行嘅時候幾乎聽唔到任何嘅噪音，所以無論喺學校、公司等唔同嘅地方都可以安心學習同辦公啦。最後係 Snapdragon X， 日常要上網衝浪、處理一啲簡單嘅小任務或者休閒娛樂，佢都可以完美勝任，價錢亦都會更加親民。而家豐澤全線都有 Copilot+ PC AI PC 銷售專家，認住呢個 badge 就可以揾到佢哋啦。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 Surface Pro 第11版同 Laptop 第7版，大家可以嚟到呢幾間指定嘅 Fortress 分店，有微軟產品專員可以幫你進行體驗同領取體驗嘅禮品。我哋喺 Fortress 分店等你，拜拜。